我有翻我嘅社交，即係我可以出翻嚟接觸朋友，我可以認識一班新嘅朋友，甚至乎我可以透過呢一個產品為我自己創造咗另外一番嘅事業。所以嗰個產品嘅價值對於我嚟講遠遠超於呢個價錢，但其實我亦都相信對於所有嘅人嚟講都可以超於佢嘅價錢。咁究竟係一個咩嘅產品可以帶到咁多咁奇蹟嘅嘢發生呢？咁接下落嚟我就會正式進入主題去講。咁但係咧，在此之前咧，咁啊邀請一下大家咧，就將自己嗰個手機咧就記得調至靜音。咁大家陣間講下嘅時候咧，就全部人嘅焦點放咗喺你嘅身上，你電話響就尷尬啦。咁大家打開你哋嘅耳朵，張開你哋嘅眼睛聽一聽。沒有犯法卻被宣判死亡刑罰。世界衞生組織喺2022年9月份嘅報告指出，原來我哋人類有10大殺手。呢啲大部分都係慢性疾病，啲心臟病啊、中風、呼吸道感染、慢性阻塞嘅肺癌，跟住仲有糖尿病、老人痴呆、輻射病、肺結核，仲有呢個肝硬化等等。其實仲有11、12、13，呢啲大部分都係慢性疾病。佢唔會第一時間，佢所謂嘅殺手，但係佢唔係第一時間攞你命。佢有好長嘅時間慢慢折磨咗你之後，先至終結你嘅性命，好慘。但係仲有啲得人驚啲嘅數據，原來2019年我哋嘅死亡人口入邊佔咗74%係死於呢啲慢性疾病。嚴格啲嚟講，即係咩概念啊？一台麻雀4個人3個輸家係因為慢性疾病。剩翻嗰個係咪代表佢贏家咧？又唔係，好似小弟我咁，其實上邊呢個表入邊都中咗2個。咁點解咁嚴重？點解咁恐怖？人口老化咯，錯誤嘅飲食觀，我哋避免唔到嘅生活壓力，甚至乎環境污染呢啲咁嘅因素，令到所謂呢啲殺手疾病中環。現今嘅醫學界都遇到瓶頸危機，醫院越開越大間，藥房越開越多，但係我哋睇醫生嘅時間唔會越嚟越少。我哋睇醫生嘅人數亦都唔會減少，但係有危就有機咯。隨住科技嘅大突破，幹細胞嘅發現，逆轉咗呢種咁樣嘅情況。幹細胞到底係乜東東嚟嘅咧？其實下面呢個有睇到啦，精子同卵子結合形成第一個細胞，我哋就叫做幹細胞。以前讀書嘅時候，佢叫受精卵㗎嘛。咁呢粒咁樣嘅幹細胞，佢經過分裂同埋複製，最後會變成狼狽。狼狽會再分裂成我哋原來由頭髮去到腳趾甲、心肝脾、肺腎眼耳口鼻骨叉，都係細胞組成。叉喎，係咯，叉係啦，全身嘅叉，3叉神經線啦，好似我壞咗嗰條，係啊，係啦，仲有觀感神經，仲有好多係叉就冇乜嘢嘅，係啦，咁。都係幹細胞造成，我哋全部嘅身體所有嘅嘢都係細胞。10個月後一個人嘅誕生，所以對於我嚟講，佢都好奇妙㗎啦。一係肉眼都見唔到嘅細胞，就發展到成為我哋一個人。其實佢就係我哋所有器官嘅原始形態咯。成個人、成個生物，包括動物、植物，其實都係幹細胞造成。佢可以應用嘅範圍咧就無可限量㗎啦，仲發揮好多神奇本領。喺呢一度少少一個啱啱一個咁樣嘅資訊啦，一個咁樣嘅新嘅思維俾大家了解咗。咁問一個少少嘅問題，咁牆穿咗、爛咗、裂咗，我哋用咩嚟補啊？水泥咯。係啊，佢原材料啊嘛。咁我件衫穿咗個窿，普通針線都縫唔到，咁我用一塊咩嘢嚟去補啊？布咯。係，因為佢嘅原材料。咁原來我哋人係細胞做㗎嘛，咁根本解決我哋人嘅問題，我哋係咪優先選擇細胞？係咯，呢個咁簡單嘅概念喺呢度問完，大家都知啦。好多年長嘅或者唔叻嘅都明白呢個道理，所以好多細胞學家、醫學家喺呢近代已經不斷咁研究點樣可以造福我哋人類，同埋其實已經好多眉目㗎啦。就係幹細胞發揮緊嘅神奇本領。
我成日都講其中一個講呢個100歲嘅壽命，50歲嘅身體機能。正宗我哋睇電視啊，講緊秦始皇追求嗰一樣長生不老。100歲夠長生啦，對於股市嚟講，今時今日都算長生㗎啦。但係50歲嘅身體機能咪正宗長生不老咯，實現咗做緊㗎啦。大家想唔想有啊？想。起碼我哋年紀大咗都可以維持到自己嘅自理能力，唔需要成為屋企人嘅負擔。林林總總嘅問題，好多治療嗰啲我唔逐個講，但係呢度有下角，我又會想同大家睇一睇。有一個小朋友成長嘅過程，手腳靈活度出咗問題，但係佢透過注射兔仔腦部嘅幹細胞改善咗。原來我哋人係可以用其他哺乳類嘅動物幹細胞幫到自己。呢啲事實發生緊，形成咗一個好大嘅趨勢，未來會改變晒成個醫學界嘅樣貌。咁講到幹細胞咁好，到底有啲咩地方可以攝取嘅咧？以上有6大種市場上邊可以用到幹細胞嘅途徑。第一個講嘅上邊，我諗大家冇做過，即係未必有做過啦，但係一定聽過瑞士注射胎盤素，即係瑞士打羊胎素，係好有效，係好勁㗎，抗衰老2到3年，停凍齡正宗。但係嗰啲大家都知啦，係啲名人、富豪或者更加有名嘅明星、名人先至去做得到，因為我哋根本上承擔唔到嗰種咁樣嘅金錢同埋時間嘅壓力，嗰種咁樣嘅代價。但係好得意嘅，呢個世界有貴嘢就有平嘢出現㗎啦，係嘛？咁美容院都有得打胎盤素喎，咁大家都知啦。佢哋又唔係專業人士，亦都冇一啲好有法規、好有醫療標準嘅監管。咁一般我哋就唔建議人使用㗎啦。咁但係事實上佢哋亦都好成熟嘅市場。講緊喺美容院打胎盤素、打乜嗰啲，我最近睇到嘅講緊已經係1000億嘅市場，全球成熟到不得了。即係唔需要擔心有冇效，擔心佢打落去係危險，係咁跟住幹細胞移植手術，幹細胞移植手術咧就講緊最常用嘅就係骨髓，咁呢個骨髓移植，咁唔好講佢手術費有幾貴，有幾皮肉之痛啦，無啦啦我哋會做個移植骨髓手術㗎嘛，呢啲其實係非常手段，咁。我哋全身本身有好多幹細胞，由細到大都有好多幹細胞存在喺我哋身體。如果我哋由細到大保持一種良好嘅生活習慣，就可以令到啲幹細胞喺我哋年紀大嘅時候都繼續做嘢，繼續好好嘅狀態。咁所謂嘅良好生活習慣，早睡早起啦，每日飲夠水，均衡嘅飲食，有適量嘅運動，唔好有生活壓力，甚至乎唔好接觸到一啲有類固醇，即係有副作用嘅藥物，咁你就有機會令到你身體保持喺一個好嘅狀態，就所謂嘅即係不老咁樣咯。年紀大但係嗰種狀態都好好。咁但係呢種對於我哋都市人嚟講真係難上加難，持之以恆，效果亦都唔佳。咁而另外一個途徑咧就係即係啱啱分娩嘅時候嘅媽媽，我哋嘅臍帶血。佢入邊亦都好多幹細胞，喺未來小朋友由0歲到20歲嘅期間，有機會有啲咩問題，真係靠呢張臍帶血幫咗佢，因為好多幹細胞存在。咁但係佢個保存限期就係20咯，20年之後就唔用得㗎啦。咁20年之後，我又有能力，我有好豐厚嘅經濟，我又有咁樣嘅軟件，有冇得解決咧？又儲存成人幹細胞咯。20到30歲，我哋最壯年嘅時候。可以抽我哋嘅幹細胞保存，未來到50、60歲開始身體下降嘅時候，有機會用呢啲幹細胞幫到自己。咁但係錯過咗就冇㗎啦。咁亦都要有咁嘅經濟難題。咁好似阿孝老點大家咁樣講咗咁多都不切實際用唔到嘅，有冇啲又方便又有效，更加可以一般人都消費得起？咁感恩高科技所賜，口服膠囊高科技嘅誕生。由老闆帶領住700幾個研發團隊，網羅世界上最頂尖嘅6種技術，去生產一款產品，夠膽同你講打針一樣嘅效果。
第一個叫超臨界流體萃取技術，佢就係喺有用嘅物料入邊成功咁提取分離對我哋人體最有益嘅營養成分，甚至乎活細胞抽取出嚟。然後我哋將佢進入咗一個經過一個凍乾保存技術，令到佢保持佢嘅生物活性3到4年。咩叫生物活性呢？其實好似種子咁樣，紅豆綠豆咁樣，大家見到好似死物咁乾真真，但係其實佢活㗎嘛。你一有水分佢咪重新發芽，將佢變咗做咁嘅狀態咯。然後放入一個氮氣活膠囊，呢個膠囊係一體成型，打唔開，接觸唔到氧氣，入邊仲要注入氮氣，做到保鮮嘅效果，唔會腐爛，唔會有細菌嘅感染。外層仲要塗一個腸溶包衣喎。呢個腸溶包衣能夠令到個產品內胃酸，令到個產品去到小腸先至吸收，提升所有嘅吸收率。入邊仲要加入乳化分解技術。呢個乳化分解技術其實就係令到一啲大粒嘅有益分子可以直接通過一個叫膽道乳微微粒嘅系統吸收我哋嘅營養成分，甚至乎活細胞。呢個比較學術性啲嘅，其實簡單啲嚟講，呢個膽道乳微微粒就係我哋造血系統。夠膽同你講做到入血嘅效果，就係因為呢個乳化分解技術。頭先講到個膠囊內胃酸會唔會唔用啊？咁樣最後成粒膠囊屙翻出嚟，唔會嘅，就係因為呢個生物活性膠囊技術，就係令到呢個膠囊去到小腸嘅鹼性環境迅速打開，成條小腸都可以吸收到營養，所有嘅活性嘅吸收率，所有有益嘅營養成分嘅吸收率就大大提升咯。就係有呢6種嘅科技，而現今世上有呢6種科技嘅一個產品就係呢一度。發展到今時今日第7代，佢叫 Pactia， 其實係德文嚟嘅。咁究竟 Pactia 究竟咩意思呢？咁 Pactia 其實佢中文解釋就叫純潔的鹿。點解會係鹿？第一，鹿係我哋嘅產品核心，而鹿自古就叫鹿身八寶㗎啦。由佢未出世開始，佢啲尾巴啊、筋骨啊、皮肉啊、心臟血都係寶。鹿茸就更加保健品嘅天花板啦。即係我哋要海味鋪都未必見到，要深溶海味嗰啲咁樣嘅藥材店先至有機會買得到嘅。而另外一點，我哋喺佢嘅優質嘅幹細胞同埋啲營養成分萃取嘅過程係唔需要殺任何鹿隻。就算你今日係素食者，或者你好熱愛生命，唔要宰殺嘅，咁都可以令到你安心去用呢個產品。本草綱目有提到嘅，點解我哋會選鹿？因為佢體態健美，通達人性，甚至乎可以分綠草嘅良莠，即係食自己嘅食嘢嘅時候，佢會揀靚嘢嚟食，唔會對自己身體有害，有仙獸之稱。咁我哋可以由佢最原始嘅形態，幹細胞嘅形態，攝取喺我哋身體，幫助我哋喎。咁我哋梗係要呢啲咁樣嘅仙獸喺我哋嘅身體。而呢款產品由2008年面世，當時係第一代。第一代嘅產品嘅時候，都係用鹿胎盤素做核心，然後佢入邊只有5個成分，不斷咁累積市場嘅信心、經驗同埋嘅財力，銷售到出去，咁投放翻資源繼續研發嘅產品，不斷咁去升級，為求做到一個全方位幫到我哋人嘅係一個產品效果。去到2018年第6代嘅時候，佢入邊已經有12個成分。而不斷咁升級增加成分嘅期間，竟然有一樣嘢冇加嘅，就係價錢。不斷咁樣升級換代，不斷咁投放資源去提升個產品，但竟然冇加價。我夠膽講，良心商家配對喺呢一間公司呢個產品，呢個老闆真係當之無愧。借大家嘅掌聲，多謝。咁翻轉頭講啦，咁我哋點解要用營養輔助品先？其實不外乎係呢7種功效，但係其實細心啲睇睇，呢種所有嘅咩補充啊、調養啊、排毒、預防疾病啊等等，保護你啦、修復你啦、維持你嘅身體機能、維持你嘅狀態，其實呢啲本應我哋身體應該有。我哋日常嘅生活，我哋正常嘅食飯，我哋正常做運動，應該可以維持到。但係跟真心講嘅，大家都知道，今時今日
我食一碟菜、食碟肉、食隻雞、食條魚，同10幾20年前食同一樣嘅嘢，大家都知道嗰啲味道同營養價值都天淵之別。無可奈何，我哋需要用營養輔助品去補充翻我哋，因為我哋想掌握翻自己嘅健康啦。咁但係事實上好多保健品依家都係分開晒，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眼有眼精靈，又腦肝素，唔係，即係腦啊！我都唔識講啦，又有肝啦，又分開，又補肝、護腎、補血管、排毒乜，一口氣你講唔晒，林總總。如果真係要全面咁樣對自己嘅健康負責任嘅時候，即係你一碗都食唔晒，一碗都幫唔晒你。而我哋正我哋人簡單啲，同埋我哋人係真係必須要全方位㗎嘛，你唔可以連護個肝又唔顧個腎。所以呢度就講到俾你聽 ，Patia， 我哋呢個產品嘅生產標準係要一款營養輔助品代替晒所有營養輔助品嘅功效，即係一樽可以搞掂晒喎，正宗。咁就要講到入邊有啲咩成分，其中5個係醫學實驗證實嘅專利成分。第一個叫綠胎活水，就係紐西蘭嘅母鹿。我哋用超臨界萃取嘅技術，將佢對我哋人體最有益嘅綠胎盤素，包括幹細胞萃取出嚟，放入產品入邊。隔離就叫鹿茸納粹，鹿茸嘅保健品有幾勁，大家都知㗎啦。咁但係我哋又係用高科技技術，淨係喺佢頂端2-3片嘅無蠟片入邊，將對我哋人體最有益嘅嘢萃取出嚟放入產品。隔離鹿茸呢個叫做普亞心素。人參點解普亞心素咁特別呢？因為佢係紐西蘭用火山浮石嚟栽種，佢嘅皂苷含量特別高，比我哋人體吸收效果又特別好，淨係人參效果超越坊間嘅150倍。咁而佢亦都係用高科技嘅技術萃取出嚟，所以佢叫普亞心素，就唔係人參咁簡單。隔離呢個換一枚，換啲咩酶俾你呢？隔離呢個好似樹枝咁嘅物體，其實係六角靈芝。今時今日六角靈芝已經唔陌生㗎啦。走街都見到，我都見到好多電視廣告，甚至乎啲車廂廣告都有。但係我哋又係用高科技嘅技術，因為我哋呢個科學家發現，對我哋人體最有益嘅就係含有喺呢個六角靈芝頂端嗰啲乳白色嘅真生條。我哋係用高科技萃取佢出嚟，放入個產品度，換一換。隔離呢個百草莓咁，又係有啲咩咧？又係有啲唔同㗎啦。點解佢會嘅核心藥件？呢條鎖匙有啲咩用嘅咧？又係用一定嘅手段、高科技嘅方法萃取咗呢條鎖匙。佢有包含成棵百草莓植物入邊嘅成分㗎啦，根莖樹葉子果。而呢條鎖匙正會同我哋人體一個叫 NF-κB 嘅系統產生聯動，撻翻着佢。呢個 NF-κB 有啲咩用呢？就係我哋自身嘅抗炎系統，佢會尋找翻我哋身體嘅慢性炎症，我哋身體嘅問題，甚至乎令到我哋自己嘅抗炎細胞做翻應該嘢。即係後生嘅時候有啲咩傷風感冒，隨時1晚搞掂。到今時今日，硬係過幾禮拜，甚至乎成大半個月都唔清嘅，就係因為我哋呢個機能越嚟越慢。甚至乎會吞泡，但係呢條鎖匙正就係激活翻呢一樣嘢，有自動導航，所以對於我哋嘅身體入邊全面嘅提升好大嘅幫助。而呢5個專利成分加埋喺放入一個產品度，已經不得之了，夠膽講係保健品獨一無二嘅存在。但係頭先要同你講話一款可以頂冧晒你行入屈臣氏、萬寧所有嘅保健品咁勁喎！咁淨係呢5個專利成分都唔夠，仲加入咗9種坊間最高效對我哋人體最有益嘅成分喺入邊。快速同埋講啊，角藻糖膠、蘋果多酚、番茄紅素、膠原蛋白、深海嘅月見草油、深海膠精，其實就係等於魚油 Omega 3、Omega 6，跟住牛油、果硫離聚、蘆薈等等。呢啲其實隨便 search 或者行去屈臣氏、萬寧擰開個背脊，甚至乎藥物嘅製作成分都係呢啲，唔需要逐個解釋。但係大家要知，
我哋就係有14個成分，完成咗一個獨立完整嘅配方。配方係咩意思咧？好似我用確祖糖膠一個少少嘅例子，行去屈臣氏萬寧都係有得賣㗎啦，單一產品，講緊賣緊2-3千蚊，而佢哋一粒入邊有30個 gram， 我哋嘅產品一粒有70個 gram， 但係又唔係鬥多喎，唔係多就巴閉嘅喎。咁好似蘆薈我哋得10個 gram， 蘋果多酚100個 gram 入邊等於125個蘋果，係我哋嘅研發團隊用盡心血，令到佢對我哋人體最有效益，邊啲多邊啲少嗰個比例最好嘅完整配方，先至可以做到頭先剛剛講嘅咧補充預防啊、調養你身體、排毒、保護你，跟住可以修復你身體嘅問題細胞，更加令到你維持喺自己一個健康嘅水平，一款全方位嘅保健品。跟住呢一度有一個少少嘅總結，係講緊2019年頭先講緊個死亡人口有74% 慢性疾病啊嘛，當年就有5600幾萬人離開我哋，淨係上面大部分都係疾病啦，心血管疾病就頂一個啦，1800幾萬人，數翻落去好多種古靈精怪咩嘅死法都有，我真係覺得好好笑啊，凍死熱死都有4萬幾人，成個表入邊竟然冇自然死亡。壽終正寢真係對於我哋嚟講真係最高嘅福報嚟嘅，我哋嘅人。咁但係如果今日有一個簡單嘅方法，可以令到我哋自己保護翻自己嘅健康，令到我哋可以好簡單咁樣守護住，令到我成日都幻想夢想啦，即係我上晝仲可以同啲朋友年紀大咗之後啊，做下晨運啊，做下運動，同啲老友飲下茶，晏晝仲可以湊下孫，幫輕下啲屋企人，跟住夜晚黑仲煮餐飯一家人食，跟住到夜晚黑瞓覺之後，就係我全個人生嘅燈仔，係啊，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福報，好好嘅機會啊！咁希望大家識得諗一個唔同嘅選擇咯。14款成分其實就係純天然嘅食物，擺晒喺你面前，其實都係一啲草本嘢。對於我哋嚟講，就係着住幾千年嘅中草藥草本文化，再融合高科技嘅技術，去令到呢件產品誕生，去令到佢真係可以真真正正幫到我哋人類。所以呢個產品有一個口號叫做匠心鑄造，靈魂之作，借大家嘅掌聲，感恩有一個咁嘅產品出現。